丹那市洪灾造成真侪民众财务受损，伫中央甲地方携手合作下，台南市伫7月17日便开始展开灾后补助申请作业，让灾民伫上短时间内得到协助。除了政府经费投入救灾，还有真侪企业以及工协会资源挹注，帮助灾民早日恢复家园。行政院长杜英泰、经济部长龚明鑫以及台南市长黄伟哲也拢共同出席活动。感谢所有协助帮忙的企业以及各大工协会代表。丹那是台风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就成立了前进指挥所，就在这个地方成立前进指挥所。也感谢台南市政府在第一线的工作，用极高的效率，掌握充分的资讯，很多的地方工作充分的去做沟通，我们才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掌握到有多少的家户屋顶吹坏了。有多少的家户我们必须进行复原的慰助，有多少的家户我们必须给他做更多的这个协助。那有多少的小店家厂商也受到了这个各种的损害，经济部也要提出所有的产业支持。谢谢院长中央前进指挥所的一个支持，所以可以在迅速的反应，不管是灾民的诉求，或是院长在7月15号就已经宣布。这个慰租金的金额的时候，我们7月17号就开始受理了。好，那所以说能够让灾民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政府的帮忙。总计在台南市当然这次有受灾的，包括云林、嘉义县市，还有包括高雄、屏东。但光是在台南市，我们慰租金受理的这个户数就高达47000户。黄伟哲讲，台南市伫灾后便启动各项补助工作，包含受灾户数47000户，饮水车补助嘛超过1万件，农业损害相关救助金额也超过5亿。另外，黄伟哲嘛进一步感谢经济部整合各界资源，让受灾居民伫上需要时刻得到及时的援助。这次台南总共协进大家电220台，包含除湿机、冰箱、洗衫机、电视。小家电嘛有250台，参照是电风、电锅、微波炉等等，希望协助灾民早日恢复理想的生活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